《凄凉辽宫乐》是袁雪芬老师的代表作，这也是当年周恩来总理所看过的第一出越剧。但是吕元英老师演来却是根据自己的特色重新打造，并不是囫囵吞枣、照搬照抄。因此，我们来听吕派的《凄凉辽宫乐》，既可以品味出原有袁派的那种醇厚的韵味，又能够感受到吕派艺术的那种气质的完美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欣赏其中冷宫一折，是由陈奎林和张瑞红为大家表演。琵琶一曲温馨唱，为什么圆月它从空降？酸面的丝
天几分怕，只怕顷刻之间战乱兵发，民怨沸腾，家国为我引堂豪气逍
子朝中车才西征集成员，老歌唱清茶干早记吧，一把东红上君王，他声东击西张龙马，成七岁师傅远堂，七师傅红。君臣将
非也。想不到叶秋琵琶竟然千古奇缘，为也不曾连来娘不，少非也。不是你害了我与你都是父公的呀。
大王赐下娇孝敬，请娘娘